大家平安，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8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是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希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7回读册会的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毋过只要真辛苦去了这个读册会的网站，阁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搁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7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手机仔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当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址搭伫空间顶面，欢迎大家去网站看卖。抑阁有读册心得发表问题。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有啥物感想看法，会使写你的读册心得，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顶悬。读册的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抑是汉字拢会使。这礼拜竞选的文章是《台湾人就爱觉醒》，作者是宋关胜牧师，世界基情教会联盟的主席。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第416页开始，线顶第63期第1页开始。无册的朋友，同款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连结。这篇文章较长，一礼拜应该是读袂了。读到倒位拢无要紧，若读袂了，后礼拜继续。本来是有想要选8月2的文章，毋过想讲，莫一开始就遮尔残忍，咱豆豆仔开始安尼。台湾人就爱觉醒啊！这篇文章有18趴，毋过10趴拢真长，所以咱即马就开始。敢有人要第一个来读？安尼我先报名好啊。好，开始。台湾人就爱觉醒啊！我来参加28纪念会，这毋是头一摆，逐摆参加28纪念会，我拢是感慨万千。伫遮有听到下台曾碧君教授伫讲起伊的爸爸当初受迫害的经过，我想起我看过一本册，就是28消失的情影，有遐个相片伫册内面，有真侪名我毋知。当初我做囡仔时，也无机会探捌遐个人，只有一两位捌看过尔定。遐个人的面相，一个一个显出伫我的目前。28消失的台湾的情影，消失去伫倒位？因消失去伫淡水河下面，因消失去嘉南港的海底，有的人消失伫台湾侪侪所在，遮个人消失伫台湾的河川的下面、土地的下面，总是因在天之灵。这书若有在看，有在听，咱做因的后辈，做因的子孙，在纪念28，到底咱会当听到因的声无？咱听到因在天之灵，这个时阵会对咱讲什么话？在讲什么话？可能在甲咱讲，台湾人着觉醒啊！这个52年前消失的咱的先辈，咱的许多人，即马还在听候咱台湾人，外地的台湾人，这代的台湾人，咱搁落去迄代的台湾人，兼在搁落去的迄代的台湾人，要觉醒的时阵，咱什么时阵才会觉醒？我想这是今仔日28发生52年后，咱着爱问家己的问题。因安尼在甲咱问，台湾人着觉醒啊！在甲咱呼吁，咱要安怎来应答因的愿望？好，以上。好，感谢阿明。阿明读个这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无呢，我无听到啥物字怪怪，拢真好。看其他的人敢有听到啥物字会使提出来讨论呢？还是你有无共款的讲法嘛会使？大家感觉有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敢有人要来读第2趴？第2趴嘛真长呢。莫妮卡，你会使吼？好，感谢你。好，这互我想起1972年伫美国华盛顿 DC 有发起
台湾人民自决运动，当时有台南新学院前任的院长张辉牧师有前长老教会总干事武东牧师，有目前由真活动为228真大力量的林宗义博士。当时我犹较少年，敬佩袂济，甲因三位前辈来发起台湾人民自觉运动。发起的迄当时，真侪台湾人随往伫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土，内心非常的惊惶，也是草木皆兵，毋敢行出来为台湾人讲话。迄时我所提出的，就是爱伤惊，毋通惊。你一个人会惊，2个人会惊，5个人会惊，50个人咱就较毋惊，100个人若出来，咱就较毋惊，1000人若出来，咱就较会当壮胆。我不要念。这个自觉运动是要呼吁台湾人出来，毋免惊，是收惊运动。收惊了后，就是觉醒，咱就爱醒起来，毋通互400年来的殖民统治，阁继续伫咱的中间，就觉醒起来。无论什么款的殖民政权，无人权，无自由，无平等，无做人的尊严，咱就爱觉醒起来，做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你无惊了后，你醒来了后，你就爱决定你家己的将来。这就是自觉运动出头天。当时我就是叫做台湾人民自觉运动出头天运动。阮呼吁了后，有济台湾人出来响应这个运动。后来这个运动有转去到台湾，伫遐渐渐发展，甲民进党成立，因党纲的内面有列入自觉，像阮迄段的历史有淡薄仔的安慰，总是到伫即摆30年后，咱又袂当到觉醒的阶段，咱又袂到真正收惊的阶段，又袂到伫自觉的阶段。好，以上，多谢大家。感谢莫妮卡，莫妮卡读了真好哦。莫妮卡有几个字袂晓读，大家敢会使？我先讲，伊头一字讲伊袂晓读的吼，壮胆还是重大？嘿，安尼敢对？对。OK，第二个字是啥？我敢若记得一个。阿明是毋是要补充？大大迄个是民统治啦吼，是民统治。另外有一个迄个敬佩莫作，那一个我会甲读做占买名。好，感谢阿明，这个讲法袂歹哦。敢还有人啥物意思？感觉要提出来讨论？还有一个拄则迄个呼吁，呼吁啊，呼吁。感谢。马伟，
第一个验麦哦。大家好，我是马云。照你讲，你好，这前辈所写的，伊应该是拢会读做台语音，应该拢无问题。啊，只是讲伊读的台语音，甲你、甲我、甲咱的台语音敢有共，无一定，无要紧，吼。啊，所以对阿明讲的迄个四字，咱过去拢是听着华语的。啊，当然，头一步是会使讲号做占尾名，抑毋过既然是写做文章，老实讲，就应该人写啥，咱就读啥。啊，所以即四字若是我，当然我袂去查词典，我毋知啦吼。若是我会读做敬陪莫做。啊，当然若准讲，因为朗读甲讲，坦白讲是无共款的。朗读就是伊啥物字，咱就读啥物音，也是安怎读。啊，当然你若别人拢无看到时阵，会使头一步，你就是甲迄四字袂晓读，你就甲伊用共意思的字词甲伊转过安尼，你知哦？所以，汉字当然古早时代无学过华语的人，遐个前辈，伊有可能伊就是该读文言音。啊，所以即摆即篇，坦白讲，我就毋知影讲，原来咱即个宋专姓也是安怎？人的名其实各有迄个啥，教育部有书典，伊会使去查人的名。啊，当然，咱也知影伊的名，伊家己是安怎读的，咱就照伊家己伊本人安怎读的，咱甲读出来。啊，若无就是会使去查迄个书典安尼。啊，所以拄只莫妮卡所读的，就是讲开玩笑讲法，就是袂晓读的，我就自动甲伊跳过安尼，安尼就是变成个减字。啊，减字有当时意思无走去是无要紧，啊若走去就会变成造成误会安尼。可比讲的拄只有一个，伊写罗马字也是白话字，不管应该是伊遮应该是反正就是伊是讲徛啦吼，啊你讲做行。迄就变成讲有鼻音甲无鼻音，迄就规个拢走去啊安尼。啊，伊遐有一寡词，可能大家听起讲出来，大家罔参考啦吼。头前遐心内非常的惊吓，啊有当时啊，就是可能咱听着拢是听着内心，毋过伊写的是心内，所以这就是我咧拄仔讲的，伊写啥咱就是念啥读啥安尼啊。当然，有当时看火气，可能我已经无，反正已经老火啊，嘛有可能会看火气，迄是无要紧啦吼。啊，就是看到啥读啥呢？国册嘛，好用啦，扩展啦，列入安尼。以上分享，感谢。好，感谢马云。我想要补充两个字吼，第一头前的部分，我新陈地市后壁，伊讲有法去台湾人民。我会读人民，我袂甲迄个读做人啊，吼，因为安尼较顺。啊，后一句就是前任吼，我家己会读真人，毋是真人，毋知影大家感觉安怎？真人敢对？真人，我拢有听过呢，我无确定。他家书典哈，啊，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猜是真人吗？我听到的嘛是拢较侪是用真人，当然头前是真的音啦。啊，真人我是大部分我听我听到拢是真人较侪，我也毋捌听过真人，啊，我毋敢讲迄毋对，因为我无查书典，我嘛无法度确定。以上。好，感谢马伟。梁志你阿麦讲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甲咱讨论？迄个人吼，我会读合喙音，人。人，好，感谢梁志。啊，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无吼。第三趴，敢有人要来甲咱读？梁志你阿麦。好啊，第三趴讲到字八遐呢。是。好。讲到字八，我有看过一本册，叫做《字八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小说是李乔的《泰姆山记》，
讲起28当时，有一个青年人叫做余兆基，伊互国民党通缉，伫台北十指的所在逆4个月哦，唱4个月，已经无法度搁唱，走入山内。后来国民党派人追踪甲伊伫藏的山内，追踪着，开枪甲拍，着枪了后倒落去涂骹，已经是没死。伊心内家己安尼讲：我也袂要死，日头出来了后，我才要死。后来天光，伊已经无气力，伊伫伊的袋仔内面有带真侪相思树的种子，伊只有一时仔气力，将袋仔甲透开，将内面的相思仔籽甲摕出来，用伊最后的气力，将遮的种子压伫伊的周围。压了后，伊伫心内安尼讲：雨水来的时阵，遮的种子会发芽；春天来的时，即个所在会有一片的相思林。细丛的相思树，当我的呼吸停止，是我倒转去到大地的时阵，我的身躯要甲台湾这块土地结合做伙，我也要对春天发芽起来。大丛起来的相思树，搁一摆倒转来台湾这个世界内面。啥物人讲我死啊？我不过是暂时离开尔。生命敢是真正遐尼啊简单，遐尼啊脆弱？毋是，你敢知？我甲你讲，伊安尼想，后来日头渐渐升悬起来，伊倒伫遐安息。伊要逃走的时，袂记哩遮相思树的种子。伊要转开的时，用伊最后的气力，将伊所带的种子对袋仔内面摕出来，甲压伫倒落去的大地的所在。春天若到的时阵，雨水若来的时阵，遮的种子会发芽，后来会大丛，成做真大区的相思林。伫迄个时阵，我要搁转来甲台湾这个世界内面。当时咱的先摆。有即款的台湾人，我想有侪台湾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原住民，抱即款的精神，抱即款的愿望来离开世间。因无丧失愿望，因无失落因的期待。咱即马也活咧的台湾人，当年到2月28的时阵，在纪念228的时阵。遮个人最后所讲的代志，所留的物件，想到遮个时阵，咱难免会感觉因甲咱伫遮继续咧呼吁咱。台湾人着觉醒啊！阮已经尽阮的本分啊！阮已经将阮的性命献出来啊！打以后是恁的责任啊！恁的使命啊！恁若无尽恁的使命，台湾若无出头天的时阵，遮个相思树若无大丛的时阵，阮也袂通倒转来台湾即个咱的国土的内面。因在呼吁咱，对咱期待，咱敢会当互因失望，互因伫遐流目屎？咱要互因听到偌久？咱要互因伫遐听到偌久？台湾人着觉醒啊！好，以上。感谢梁姐，读了真好。大家读这段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还是你敢有啥物感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我先讲一个字就好啊。在头前吼，迄拄则梁姐是读讲密起来，迄个密啊，藏匿的匿啊，伊读密，毋是，伊讲藏对无？嘿，我想讲，敢会使读密？就密起来密安尼。好，感谢。马文举手，马文请讲。大家好，迄字当然，咱咧口语咧讲，会使讲藏，会使讲密。即字
目前我是直接等入去二团科技内底，伊是甲伊拄做 LIK 第8条，华语是常念嘛，所以读做台文有可能入啊，嘛有可能啊。当然，若真正要认真讲，可能会使考网去查台籍大书典啥有诶无诶啊。所以，就拄则讲，袂晓读诶，无要紧，反正就跳过，家己找家己会使迄个啥准诶，迄个讲意思诶，会字来准，免讲啦吼。啊，即段因为你看最近迄个乌克兰、乌克兰参俄罗斯咧拍嘛，进前敢有一个做啥物迄？日头花阿嬷吼 ，Sunflower Grandma 吼，伊就讲叫迄个阿兵哥第一寡日头花经济嘛吼。等下你若死伫咧阮诶土地时阵，日后你就会使对即个。伊就咧等于是咧救场迄个啥俄罗斯阿兵哥嘛，你死伫阮诶土地，后摆你诶身上遐日头花就会使发出迄个日头花出来安尼。甲即个可能，互我随看落去，那敢若要讲啊呢？以上。感谢马云。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还是无共款诶讲法？还是你听到即段你敢有啥物感想？尾仔算来第2段，咱要互因，我袂记得用字安怎读，毋过若是我会读做听候到偌久，咱要互因伫遐听候到偌久，台湾人着较醒，我会安尼读。马云怎讲？对，迄个我嘛是会讲听候，因为进前我咧读一篇日本诶迄个话本，啊，伊诶日文是马第一律，直接翻是等待。听候其实嘛有等待意思嘛，所以我咧改写迄个日文诶时阵，我嘛会甲伊用做，算讲头前我会用当咧等，啊尾我会用听迄个听候即个词。过来头前诶部分啊，就是倒评嘛吼，啊伊也有咧讲到，伊都有讲啥？啥物人讲我死啊？我只不过是暂时离开定定嘛吼。我就随想到迄个1852年迄个西雅图酋长咧怨叹诶代志。伊第真侪所，伊当然伊是用伊诶语言讲嘛，啊有其他诶人帮伊翻做英文嘛，所以目前只有2个版本。啊，有一个版本伊诶用字就加较文雅，最后伊嘛是讲到类似即种概念，就是讲，意思敢讲人死去，啊，然后伊才讲死去，我敢有讲死去？无吧？迄人意思讲人灵魂未死，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而已。所以即part诶部分大概嘛是类似即种概念，就是讲。若算讲台湾人无建立家己诶国家，总是建立家己诶国家是一个愿望，一个未来目标。可能顶一辈人无建立，换咱即辈，咱即辈无建立是换后一辈，所以伊即拍一直到后壁，当然就是讲爱觉醒来爱有够多靠我都做落去。啊，迄个头前迄个啥物人讲我死啊？无啊，我只不过是暂时离开定安尼啊，所以我是随想到。迄个西雅图酋长咧怨叹诶，啊，甲即个部分有一个算讲牵连诶所在啦。以上。感谢马云。大家感觉有啥物想法？还是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无共款诶讲法？还是你有啥物感想？那么咱第4趴，马云，你敢要来甲咱读一趴？好，无问题。啊，我先讲一个拄则迄个，可能第2趴上遐吼，因为汉字会写阮，嘛会写我，所以就是有当时啊，当然伫讲诶时阵，意思是无啥真差，啊，毋过就是，反正就是咱会照伊诶字去读就对啊，吼。所以我来读即趴，就是即2-3年来开始，吼。即2-3年来，台湾诶民主化进展真紧。一向互咱上禁忌诶228，已经毋是禁忌，真侪人写文章来纪念228。咱已经会当公开伫世界逐所在，凡是有台湾人诶所在，有台湾人意识诶所在，
有即款228的纪念会，咱也有看到前年伫台北新公园已经建造一座水水的228纪念碑，总是我伫遮有感觉一项，228的纪念塔也是纪念碑，建造愈水的时阵，台湾人的精神危机愈大。台湾人会当写念228愈公开的时阵，台湾人的精神的麻痹愈增加，这是台湾人的一个危机。我想现在伫台湾有真侪所在有228的纪念碑，我无欣赏伫台北新公园迄个纪念碑，我上欣赏的228纪念碑是伫嘉义郊外，要去金鱼潭的路中一个细细毋成物仔。真简单的纪念碑，我想到现在已经无人要去拜即支纪念碑，毋成物的物件。近来我因为伫台湾也有驾车缘故，有时会去嘉义，逐摆我拢会爱我的朋友甲我载对遐去，伫遐来拜即支纪念碑。因为当初要建立即个纪念碑的时，无行政院长来讲祝词。也是悼念的事，是一部分教会内的人，甲教会外的人，伫随网有警察的阻力，有军队压力，伫遐透明来建立起来纪念碑。逐摆我拢会伫遐静静啊看即个纪念碑。52年前，咱的遮的精英先辈，想到遐的人，想到遐的相片，阁想到为着要建立即个细细的纪念碑。付出代价的咱的同胞，以上。感谢马云。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无共款的讲法，还是你对即趴有啥物感想？感谢马云。我有听到一个字吼，甲我读的较无共，就是第一即趴的上头前的部分，迄个禁忌啊，我会读禁忌，是起。的音，是对，嘿对，我就听着即字安尼，甲我读的无共。搁较会较迄个金鱼潭啊，你感觉会使读一解啊？应该是伫关吼。对啊，因为照你讲，就是讲看到伊的字读金鱼潭，还是金鱼蛋，即个都是真正我头一摆看到，所以就是照我家己的想法读的。去金因为我其实即字嘛袂晓读啦，我去查迄个书单，伊是迄个景啊，伊是有迄个录音在头前，所以是金鱼蛋安尼，就是我头一个是金吗？金鱼。OK， 好，安尼我无问题啊，以上。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有无共款的讲法？危机，好。对，你已经讲，我嘛是要讲迄字。你请讲来。迄个危机啊，无吼，录音。好，感谢两字。无吼，安尼，后一拍。我来读课啊。好，感谢。咱伫纪念228，即马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安怎行出即个228的阴影。要行出228的阴影，是将过去的悲伤成做现在台湾人创造的快乐。伫遮，我有一项互我真担忧的，是台湾人伫政治上的创造力底受歪曲，成做无正常的政党政治。咱知影伫民主国家内面，政党政治是正常的代志，总是台湾迄款畸形的民主社会内面，政党政治也是一个正畸形的政治物件。以上。感谢公教。爱读的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你有无共款的讲法？你感觉有啥物感想？创造力。好，感谢。马云请讲。迄个应该是
名词小读，复合名词嘛，政党政治。民主社会嘛，当然这是无影响咱咧理解即个词。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这是无影响。当然就是迄个啥，要较规模的，就是讲，迄个变调是毋是爱？因为伊是一个复合的名词，伊毋是政党，伊嘛毋是政治，伊是政党政治。就敢若伊毋若民主，毋若社会，伊是一个民主社会，即种算讲啥？名词小塔。毋过伊其实是一个词，伊毋是两个词，所以迄就是变调无变调的差别。我想爱记的咧，就是桌顶有三碗，一碗蚵仔，一碗面线，一碗蚵仔面线。所以袂晓读的人，也是无小心的人，伊就会读做一碗蚵仔，一碗面线，一碗蚵仔面线，安尼，就有即种争差安尼。以上。好，感谢马伟。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你有无共款的读法？啊哈，即摆我来好啊。好，感谢小嘉。所以头一项，我是认为，咱着爱对政党政治行出来。台湾人着爱觉醒，毋是政党会当解决咱台湾的将来，甚至咱所其他的民进党，就伫讲起着大胆施政，要大胆施政去到啥物所在，后来佫讲要强本施政。一个反对党内面袂团结的时阵，你要安怎强啥物本？台湾人着觉醒起来啊！我还袂有机会甲民进党遐的政治家讲话。若有机会的时阵，我毋是政治家，总是有一项我会当讲的，甚至恁大家着爱觉醒起来。以上。感谢小嘉。小嘉读的即趴，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读得真好，只是伤短啊，显袂出伊的迄个咬读的是无咬读的所在，小滚身笑一个以上。感谢马伟。若无咱就继续吼。嘿，无意思要讨论吼。安尼第7趴就是换我。第2项，台湾人着觉醒，要觉醒啥物？台湾人着爱觉醒，台湾的将来毋是倚靠中国的民主化，民主化是世界的大趋势，是世界历史的大潮流。若即个大潮流的国家结局会失败，我毋是咧期待中国即个民主的大潮流内底会失败，总是我爱讲，台湾的将来甲中国的民主化无关系。台湾的将来毋是倚靠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台湾人对李总统以下就爱觉醒。中国的民主化是一回事，迄是时代的要求，历史大潮流的要求。台湾人就爱觉醒。台湾人要成做自尊自立的国家的人民，这是咱的使命。以上，请大家加粒保一个。读得真好。感谢马伟。有一字，应该是第2纸、第3纸趋势啊。嘿，我查迄个书顶是读趋势，嘿，你拄则敢若读趋势。对。以上补充。有一个可能会使参考者，就是讲，我发现敢若无论是教育部的，还是白话字的部分，敢若拢较无重视轻读即种讲法、读法，还是注明。就是讲，若准讲是轻读，伫教育部遮应该是会画2条底序，总是甲重视，在意义在语感顶悬应该有淡薄仔争差，只是。我的感觉是我看到的，也是讲我听人咧读的，拢该读总是就是读总是，该读总是伊会读总是，也毋过不管读总是还是读总是，我看到迄个
不管是汉字的，还是汉落的，敢若拢较无咧注重即个部分。当然，这是牵涉到迄个符号的运用，就敢若较早伫学校，老师讲有14种的符号会使用，啊，毋过尾啊，咱敢若拢嘛敢若用迄个啥，用2-3种尔，迄个有做其他的符号拢无咧用，啊，毋过即种轻读的也是。就是我记的咧，总是甲总是即种语境上的差别，也是真差。敢若就是在书写的时阵，敢若就较无遐尼侪人会去注意，也是注重。要毋过伫读的时阵，我是听到大部分的人拢会去读到伊要表达正确的意思，安尼。以上。感谢马伟。阮顶礼拜读的一篇文章啊，迄个作者伊就会。总讲伊是写汉字，伊轻写好，伊嘛是会表示出来，所以这可能就是作者伊家己书写的惯性。这是我的感觉，无一定是对的，互大家参考一下。应该迄个是倒一位作者？萨卡伊桑。OK， 了解萨卡伊桑。萨卡伊桑拜，伊有写。顶礼拜一篇文台文通讯内底伊是写真侪篇啊，伊的文章会当看卖。我最近敢若有看到上新的即期台文通讯，伊敢若有主笔也是介绍迄个陈明仁老师的迄个，算讲敢若几多年前因将有一阵日本人甲陈明仁老师伊写的，敢若是台语歌，也是台语歌甲日本歌的一寡关系，当然是。用台文写嘛，啊，然后有几个日本人，其中一个敢若就萨卡伊桑伊改写是翻译做日文去介绍互日本人知影呢。以上。感谢马伟。刷来第8趴，敢有啥物来甲咱读？第如我有看到你呢。好，会使我来答。好，对第3项这边开始哦。好，第3项，台湾人着爱觉醒，要觉醒啥物？爱觉醒台湾的将来，毋是我去美国第7蓝队的保护。咱若对国际政治有小可认识，咱就知，伫国际政治无道义即个物件。咱若看现在怎样经济规律伫遐伫互动，咱毋通想讲美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是为着印度的利益伫发展经济的政策。检查咱住伫美国受着美国经济发展的福利，总是咱毋通袂记哩。美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侪亚洲、非洲的国家的贫困甲艰苦。你若去马来西亚、若去印尼、若去印度，看到遐的人伫过凄惨的生活、艰苦的生活。最近美国电脑的大好野人Bill Gates去印度，遐是真大的市场。印度将近10亿个人口。至少若是一半人口有电脑的时阵，会阁互计济公司阁较发展。总是去遐伊看到啥物？75%以上的人无电视，这是印度。现在台湾环境的污染，第3世界国家生活品质的歹，拢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受害者。我想咱踮伫即个经济发展的国家内面，咱毋通袂记即点。所以，咱毋通歪靠讲美国第7蓝队会不时保护咱，不时互咱得到安全。台湾人着觉醒，咱的将来毋是歪靠美国的靠山。好，先读到这。感谢第如读得真好。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无共款的讲法？第如你迄个舰队啊，你会读蓝队？是你本来就知影安尼读吗？无，我拄则先去偷查。无吗？歹势。有啦，迄个剑进前都看人咧讨论讲到底是蓝啊是干啊，还是干嘛？所以讲都有特别记者。毋过死到嘛的时阵嘛是袂记，爱去搁查过安尼。我是即个查书顶，我才发现讲，应该要念蓝队。迄个军蓝第7条吼。军蓝蓝队。第7条。
啊，过来迄个即如遐有一个，我有看到迄个福利啊，那念了，念互我袂记念了，我感迄阵啊，敢若无变调款。以上。好，感谢两位。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好，无啦，第9趴。丹罗，你敢要来读？丹罗你好。阿曼，我打拍开我的册是第几页哈？第几页？我看一下哈，第417。417哦。第4项，台湾人着爱觉醒，要觉醒啥物？咱台湾的将来，毋是外口国际朋友的同情。伫遮我有讲国际政治无咧讲道义，咧讲利益，讲权力。即使台湾人本身若徛袂起来，别人的同情袂当解决咱台湾人的将来。若台湾人若是互人看无起的时阵，结局咱会成做互历史袂记得的一个民族。到伫10年后、20年后、100年后，台湾即个所在伫地图上还有，台湾人民已经袂有伫历史的册内面。即使咱若继续外口国际朋友的同情，咱是行伫无远望的路，咱着爱觉醒。好，以上。好，感谢丹罗。丹罗读的即趴。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还是无共款的讲法？有啥物感想拢会使。我补充一个字就好啊。梁志，我梁志来讲，梁志你来讲。迄个第2段，迄个汉字，迄是搞什么东西？听拢无啥，看拢无啥，迄就直接甲写罗马字就好啊。若是写罗马字较好。你是讲啥物字？我哪会无看到？应该是讲第2迄个啦，第第1集。伫遮哦。对啊。迄奇奇怪怪。我嘛感觉迄写罗马字较好。有可能伊是写在来哩，也是安那我毋知影。因为1999年迄个时阵，可能甚至到当汉字的争议阁足侪，所以就是对遐讲，你干脆就是你啥物音，你就写啥物字出来。你当然找汉字找一部斗袂起来，就敢若迄个伊家写卖迄个时阵，大部分拢是写卖，抑毋过即摆的卖是写另外一字的卖啊。即个部分就变成。你要当我找汉字，我就讲因遐汉字派，就是认为讲有引着字，一定找着汉字斗。问题就是拄则迄种讲，到迄是啥物字啊？你若是写罗马字啊，白你不管你就至少你看到，你就直接读出来就无问题啊。以上。是，而且有当时一个汉字有几个音好，感谢马伟，嘛感谢梁志，感谢丹罗。我拄则要补充迄字吼。就是迄个设施啊，其实敢若我家己嘛定定读毋着，我想应该是读色素，毋是色素，毋知影大家敢有同意？即字的罗马字应该是 SIAT， 嘛是有袂少派的讲法，就讲哪会是 IAT， 为啥毋是 IET， 毋是啥物换科的其他的，所以即个物件。变成讲，我所知影嘛是有诚侪人淡仔咧烧钱也是烧钱啦，所以拄则迄个像读的时阵，我 OK， 即个音我会感觉至少袂差太侪啦，所以我就感觉OK， 我会使接受安尼。以上。好，感谢马伟。大家感觉有啥物要讨论的意思？好，安尼后一趴，阿明。好，我来读。感谢。所以咱需要的是啥物？新的台湾的产生，新的台湾毋是外口北京政治的改革，毋是外口美国极力武力的支持，毋是外口国际朋友的同情。新的台湾的产生，是外口新的台湾人的产生。伫遮，我爱说明一项，我讲新的台湾人，我无讲新台湾人。
新台湾人是糊里糊涂的观念，是政治上的一个口号。我伫讲的新的台湾人，是较深的台湾人。新的台湾人，才有新的台湾。若无新的台湾人，就无有新的台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 logic， 敢毋是安尼？政治上一个民族的文明，无迄号侥幸的代志。一个民族的自由，一个国家的独立，拢是人民争取来的。无人会用这个自由，用这个平等，用这个人权，国家无人用这个独立，国家无人用这个独立下伫盘顶来送你，无即款的代志。世界历史按古早甲即马东洋西洋无即款的例，是安怎即马东欧的南斯拉夫，甲即个时阵两三个种族伫遐咧闹火，伫遐咧斗争，就是为着独立。这属伫希腊北边一个细细的国家马其顿，两三百万的人口会当独立，是安怎台湾2100万的人民会当独立？无即款的道理，我嘛是爱搁讲起新的台湾，爱靠新的台湾人。好，感谢阿明，阿明读了真好。安尼阿明读的即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例如拄则是毋是有举手？我想要问讲，这两个外国名，一个尤哥斯拉维亚是尤哥斯拉维亚是安怎叫做南斯拉夫哈？敢是讲尤哥伫斯洛夫记内底是南边的意思？我毋知咧，我有袂晓诶。另外一个是马其顿啊，马其顿是马塞多尼亚是安怎？伊是有一个市啊，是毋是讲迄个西？毋是发 S 的，伊毋是可能是车还是啥物货？我拢毋捌啊！我凊彩有想要问大家，敢有即方面的知识？敢有人知影？敢有人会当互得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嘛毋知影。我毋知。咱来偷偷庙跋杯看卖。其实我感觉这华语翻了足奇怪的，若是嘛毋是用迄个音嘛，若是讲是要用迄个意思啊，一般应该是爱去查才有法度知影伊的意思啊。是安怎希腊爱讲希腊，伊的英文毋是 Greece 嘛？甲希腊有啥物关系？而且希腊的国名嘛毋是 Greece 啊。若是你有去看，我袂记得，敢若是 H 开头的字，希腊的迄个国家的名，毋是 Greece。我会记希腊敢若是古代语读较活迄个 H 开头的音哦。希腊。希腊，安尼可能是嘿，对。所以这可能爱去查一下是安怎迄个马其顿甲什么尤哥斯拉维亚会安尼翻。今仔日差不多读到这，剩的就后礼拜再搁读。今仔日真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读册会。读册会咱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有任何的想法、看法，拢会使写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顶悬。欢迎大家来写出你的想法来互大家了解。你若有要写心得，请你用台文、写罗马字还是汉字拢会使。伫这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去看到相关网站。若是对台湾相关有趣味的人，会当去看卖。若是有想要买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这本册的人，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链接。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一再会。再会，后摆再过来，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感谢大家。